2分钟。这个之前我是这么来，这个也我也是，相对长有感对不对？我也是在买香蕉，对。他那个是对这个，那个就是你如果在菜单里头设置了这种，你搞得像这个快捷键一样，像我医院的这一层，实际在某个键上，哎呀，想把干就我那个样子。这边上是把这个设置起来，没学习，我也是看我也是把这个我还讲，那你没办法，那你只有专个。这个在他们里面。不用。聊起来是最安逸的了，实在的，反正自己构图想弄小点弄小点，想弄大点弄大点，这样子，安逸的很，辛苦吗？啊，不在。还有2个咋回事？一起跳吧！哎，来小西西来跳了吧？去跳吧，他也在跳，一起跳吧。看吧，没人陪他嘛，主要是一个人跳没意思。好远哦，长得太远了。
这样。有一个大营养是谁？是黑牛的吗？黑牛的。黑牛的，黑牛的。哪个来联系这个？联系这个营销系？你们这儿提供啊？啊，我提供。好，可以。他们是这个团。联系嘛，我那个联系，你们哪个联系？等一下嘛，他把人给我放完了。去快一点。坚持每天过。基本上偶尔不多。我买的音响没带过来。全是面厂商。声音小了是出不来效果。哦，可以了，2分钟够了。好，怎么样？相机怎么没电了呢？这半截儿都电了。请让我先发，你们虽然开了站，请让我先发。让你先发？那当然就先别发嘛，就让人。你就不用怪也可以。哪个方你就要去吧。那倒不至于吧，那倒不至于吧。
相机包包挺老是见到这个报纸中间